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哎呀，你都远了路，那少路了，不少苦嘛了。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蒋家在教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米耶格朗贝加球嘛，这阿杜嘛，都推用讲家塞贝拉高呢，米耶格朗当我呢阿杜嘛个也比呢。马文忠的话是我们的学长。马文忠嘞，俺那哎呦，阿杜嘛，老会把这里做那嘞，阿不做破了。自从读神学之前，他就叫我来分享。那前面呢，俺这里做呢，阿杨家那老嘞，苦苗不嘛嘞。也因为种种原因的话，没有办法来这边来分享。哎，可能后面就个国家把他们呢，马拉哥呢就个啦呢，米耶格朗都没有。最后神学已经毕业了，说329的话，我要上来分享。那前面呢，阿不就纽本那变地方做旧呢，那三双高家面呢，拉达那可能没那么嘞，他都也那个嘛嘞。3年前说要上来分享，这两个生活没有破烂嘛嘞没。结果3年前的话，疫情一进来的就没办法来。哎，可能拉那个那 COVID 发表了呢，马拉年的别他就来。一直到今天，一两个年嘛。已经3年过去了。生活这种啊咯，拉嘛嘞 COVID 加那面嘞。我们活的都是神的恩典。那对嘛，在路可能米耶格朗巴达呢没咯。我们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那对嘛，有在路和那米耶格朗对嘛没比呢不达。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那对嘛，卡利亚来表亮和那。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了会对忙呗，呢他用呗哈个做哈有啥来说呢了嘛嘞没？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呀，你都那讲呢冇有讲呐？基督徒蒙福之路。卡里扎格朗扎干嘛嘞？打了呢？你都还比呢冇咩？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这把他们呢有讲了，打呢你都呗呢冇呢呐？有的人不是说信耶稣不是很好了吗？讲了那三女呢，从培书讲了那有没蒙啊啦嘞女们？信耶稣已经得到恩典了吗？从培书讲了这的那格朗扎说蒙啊啦嘞女们？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可能这了会对忙呗呢呐？我们基督徒是要蒙上帝的恩典。那对嘛，卡里扎的那米耶格朗扎卡里扎也比病啊。我们来看3处的圣经。你话对嘛？这里好了嘛了？如果我讲的话，说是我自己讲的。俺牛嘛嘞，那俺牛倒闭嘛这。我现在用圣经的根基来跟大家分享。可能你们那这里有倒不要呢，你的那个比呢么样？第一处圣经是在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2节。东北这里呢，家求什么有地，有你地呢你了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有的都蛮白呢。不从恶人的计谋。格朗和错下的啊，马查马多错下没包噶马那下了。不占罪人的道路。一般我错下的那好马错太啊这。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一般啥的呢？可能提过来蛮那个来个。这段圣经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这里有的啊都蛮白呢么呢？我们基督徒的话，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那都嘛卡里亚的呢，有茶有到了，会米也干嘛不也成啊来没？从泰文圣经翻译的是讲得很好。那泰婆最近的有嘛不没谈啊嘞？พระคัมภีร์ไทยได้บอกว่าความสุขมีแก่คนเหล่านั้นที่ไม่เดินตามรอยเท้าของคนชั่วหรือยืนอยู่ในทางของคนบาปหรือนั่งอยู่ในที่นั่งของคนชอบธรรม泰婆就不谈啊那。那上我家和路也都做下了会长们，有啊，一般没做下干嘛嘛成天，后呢一般没做下呢提过路嘛有啊，一般没做下呢提过路嘛呢啊来不他们嘞。因为我们基督徒要蒙福这条路是不简单。那对嘛克里亚的米也格朗扎爱特那嘛哇。我们基督徒要过这圣洁的更不简单。那对嘛克里亚的没少没那少点那个干嘛被承认个在嘛哇。圣经告诉我们。这里都蛮白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一般啥的呢？都蛮不就刚被他那下去了。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所犯的错，他们所犯的是不对的。那都嘛，有嘛么嘛门啊嘛长啊来好么的呢？他们所做的也是不对的。
哎呦嘛，么子嘛么嘛吵的呢？那就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照着他们所做的去做。阿对嘛别就没那啷个的呢？阿对嘛今天去话嘞，他来那了这边没？过去的话，我是一个吸毒的，这啦哎呀嘛会那有那，也偏嘛早天嘛之类。因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米耶上辈数呢，俺被超班的拉不得呢，在戒毒所在了1年的时间。也偏到东北提户做一件。我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后来这啷个今年上辈数嘛讲做下嘛？我从母胎生出到30岁才开始信耶稣。哎呦，阿妈了会呢得嘞，但那上车户边的个呢，嘛是伢这上辈数，后上面查上车户这呢，没查是伢的。就表示说30年前走了冤枉路。哎冇呢，这啷上车户抢呢，小米行呗，忙个呢，嘛么个嘛了会抢这边嘛？一直到满乐府戒毒所戒了1年的毒，那这个老父辈老呢，也偏到东提户打来这类。然后再开始到神学院去装备4年。后但那做有关呢，遇到但那可能这里做用意呢有护照嘛？因为那个时候是毒瘾捆绑着我，后呢哎呀了会呢，也偏嘛硬被把它掏不得没呢？我知道的是不好，硬和新疆嘛好嘛么嘞？我知道的是想把它戒掉，硬和你打磨面了以后嘛怎么样？但是我的心是做不到。哎，可你硬的嘛没讲个呀？当毒瘾引发的时候，就要找到那个毒品来满足我的心理。也偏嘛没了怕了，但那就会呢和不么呢硬的嘛比表了你硬讲嘛？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一能来，罗马书7章讲的，罗马什么游戏了会他？立志为善有得我，行出来有不得我。รู้ว่าความทำการดีแต่ทำออกมาไม่ได้ใจ 有目前啊嘞新疆和的嘛唔多嘞伢嘞，还不如多眼他们嘞。虽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在罪中之乐，这把他们的会养了会那一半了会的路嘞，是嘛？天天在那个毒品中捆绑，那也偏嘛那了会的比把铁头呢，在毒品中打滚。要偏嘛呗了会干出头呢。但是今天我成为在台上服侍的，都是神的恩典。哎，可你一呢那这啷个路个个一呢？刚了打了刀呢，米也个都干也不啦个，到路米也个啷把打呢没？我都不敢想说，我今天会能够站在台上来服侍这位神。这啷个有这么想的话，就俺从没小路有了呢，个啷都没伢怕了。所以呢，都是神的恩典。这把他们的后头路米也个啷明白？我们基督徒要有蒙福之路，要知道，伊那都嘛得干嘛个啷别么呢？也是伢讲。你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走。这里都可能啊，都忙没呢，讨论啊，都嘛也成太没。诗篇第1章第2节就讲到，假设什么有第有你了会给他。唯有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上盘米有上多那哈个哦，那哈切哦，无计那个嘛在那里上到做个把他呢。个人合出啊，表白之类。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个福。啊，那不错，那有做那路个人，哎，懂有做那路眼没？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把那个福贴在家门都倒着来。那或许都来过年过啦那了呀，要么记了不上不头福了不他都不同不同啦啦呢，一看比二来了，对面他比较没。意思就是说要把福气到这个家。那哎呀，前面的同不同啦也对面啊，那不会打呢，个人比有个来了，女呢对面他就了。但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哎，可能伊那对嘛克里呀，比了少。我们成为基督徒，说我们是信了耶稣，不是得永生了吗？伊那对嘛上辈数讲的那，看活几咱们个啦。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活在罪中之乐吗？伊那对嘛，那哈去拍个了会的路门个啦。有的弟兄戒毒回去。接了那嘞，也皮他读那一多呢，一大个呢一多话。刚刚回去的时候，教会那边去。按东北一多哎，那我都挺有嘞么子。说老师，我要信耶稣。以后呢，也是老了，俺耶稣讲嘛了哎么。我想成为基督徒。俺卡里咋表了么样了？你帮我受洗一下。那俺们一就说那些了。当受洗了过后，哎，可能一就说那铁针呢。圣经告诉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
这里了会啊，对嘛不呢？他还没呢，还搞你嘛呢？正当那啊，对嘛看火气咱们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弟兄哎，个你那，过了3个月后，把他送死罪的那，又回到那毒品中打滚了。哎呦那，也偏嘛找都派表里错呗。教会的传道人去他们家探访，上来都有呢，有偏看到这个呢。你们家弟兄耐渴啊？ เขาไปถามว่าน่าหายงาเลยโนเจ้าก็ตัวเหี้ยเลยโนเรียกก็เหี้ยเลย哎，老师，不对了哟， น่าไอ้เนี่ยแม่โอ้มาพักกันยังสลาวเลยไม่ใช่เลย 他是要的送客到耶稣家喽。 耶稣一看被怕要送เลย死เลยใช่เลย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เธอบอกแต่ไม่ได้อินาดูมาคลิมีเยอะสับไปละ 我们大罪不犯，小罪不断。 โยคืออีบ้าคนนี้มาโยคืออีบ้าคนมาเบียดเจียโยตีคนนี้มาเบียดเจียเลย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นั่นยูมโยสักครั้งก็เจ 我们电话一打进去， โทรศัพท์ละคุยเพียงมาเลยนะ 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全部在电话里面。 โทรศัพท์ละคุยห้องพักเจมาห้องพักเจคนนี้ที่เบียนี่เอาไม่ใช่เลย 如果你看到不该看到的， นั่นอินาดูมาห้องเนี่ยมาห้องพักเจมั้งนะ 你再进一步按进去， น้อถอยเลี้ยงแต่นะ 那个就是不合神的心意了。 เฮ้ยมีเย็นชาเนื้อชีเจมาพักยาม 所以呢，求神保守我们， เธอประทานเนี่ยมีเย็นดูมันไปชอบบ้านลู 求神帮助我们。 มีเย็นดูมันไปชอบบ้านลู 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蒙福之路， อินาดูมามีเย็นละคุยกำลังจะมั่วชัวเปนะ 要从圣经教导我们的走。 อินาเจดอกว่าดูมันไปเมเนทาลุยดูมาอยากชงเทไป 因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要过去的， อาจจะมีเนี่ยนะมีชาวตาจาอยู่เจน่าลุยเจไหม 这个房子要过去。 ก็ตัวทายยุ่งคนนี้ที่นั่นเจไหม 我们生命，我们一生的年日活到70岁， อินาดูมาแต่อามีนี่เสียมีพับเพียงคนนี้สิเท 强壮的活到80， 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แต่เยเทเด็กก็ 最多再活几十年也要过去。 อามีพักเร็วพักเลยจะเทหัวพักเด็ดเทน่ะอายุคนนี้ยังสิไหม 但是神的话是永远长存， ไอ้คนนี้มีเยอะตัวน่ะมันเบียซีจะรู้ตัว 神的话是不会过去的， มีเยอะตัวคนน่ะที่จู่เจอมาบ่ 神的话是长久性的。 มีเยอะตัวคนน่ะมันเบียซีเอาเมียนี่จะเจ็บไหม 所以呢，我们要渴慕神的话。 เธอไม่เนี่ยดูมามีเยอะกำลังต้องไปจำเอาหนึ่งมาให้อ่อนอย่างนี้ตัว 诗篇119篇 จะเชื่อสมบูรณ์ที่อันนี้เชื่อไว้ละคุย 讲到说，我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人。 งั้นมีเยอะตัวของงานหนึ่งมาละคุยชาดอทำมางั้นอีบ้ามาเมื่อดูเลยบุตร 要把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มีเยอะตัวอาตมากัมมาคือโตไม่ชีมีจ่าชิมชิเดบิเปล่า 所以呢，感谢主， จะมีเนี่ยมีเยอะกำลังจะเชื่อมา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的举手一下。 อินาอาตมาขลียาเปล่าเดอลาชดีเซเลย 哦，感谢主，大家都成为基督徒了。 กำลังมามีเยอะกำลังจะเชื่อมาอิ 我 นาอาต 们 มา 不 อยู่นั่ 当 นลูก 成 ขลี 为 ยาเป 基 ล่า 督徒， อินาอาตมาขลียาเดเปล่ามังเอ 不当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 อินาอาตมาเดซีเนี่ยเดดูเลยแต่มังเอ 我们今年329在麦瑟勒这个地方办， อินา329น่าเลยก็กีฬาเฮลาบุเลี้ยวเนี่ยที่กุลจังเฮก็ 因为329的话是我们云南人聚集的一个时间。 น่า329น่าลาบุยาเดยูนางชัวเดไทยเมื่อโจที่กุล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ไหม 我们不成为这边的盐，这边的光。 เธอประทานอินาถึงมาจีนี่เฮก็ดูสัตว์เปียวอยู่เสียอย่าบีเปียวไหม 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盐做光。 เจลีอาตุมังเปเมเนลาอาตุมามิชาวตาอยู่เด็ดเงตาสัตว์เปียวเนี่ยอยู่เสียเปียวเลยไหม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 หอมยังหอมยังเดสัมผัสส่วนเปจังหวะนี้ 让更多人都能够蒙福， ยงหอมยังมีเยอะกลังสัญญานี้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看、来见证、来荣耀耶稣。 เฮก็อาตุมาตุทิวก็หอมยังมาเชลาวเนี่ยสักขีคำคันมีเยอะกลังจัดเชียร์นี้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这边做盐做光， เอ็มน่ะอินาอาตุมาอยู่เด็ดลูน่ะสัตว์เปียวเนี่ยอยู่เสียเปียวเลยไหม 见证耶稣。 สัมผัสส่วนสักขีคำ 另外第二个点， นี่เจดีเจนะ 第二点说，
你这提这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是否为你们展开天上的窗户，轻抚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什么了？回来啊，这个了嘛了， 3章10节。有很松有你车，在那边，马拉基3章。 3章10节。马拉基。有很松有你车了，回了不谈了嘞，伊那对嘛跟了咱们出来的呢，我都腾用嘛了回，咋多加拉尼。车兵提兵有老，会那诺马硬老好哦，大老我的跑bien过个人，到路诺马是你嘛这类。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伊那对嘛叫有钱那路米耶那对嘛被比那没。我们有吃有穿都是神给我们的。伊那早节叫东么节叫到路米耶那比那没。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能够有今天吗？伊那米耶嘛做那对嘛伊那跟你也做没了。我们基督徒的第2条蒙福之路。这边呢伊那对嘛卡利亚，干嘛你看跟老啥干嘛会啊？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对嘛被安内了。如果我讲的话是我的话，俺眼了乱俺多怕。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怎么做。呵，这里呢没呢啦，后路正好来爱他们。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福气吗？对嘛有那路跟老啥没面了？想要福气吗？跟老啥没面了？想要福气，要照着圣经教导我们的去做。喏，伊那跟老啥没那这里都靠就没呢，他来吵起来。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把1/10。伊那这里对嘛没呢？车兵提兵。全然送入仓库了。到路3帕米，我都听用嘛被打了一趟。这里的仓库是哪里呢？这里圣经讲的仓库是什么地方？那个车机呢？个他车机啊，个对么玩呢？要把它送到教会。我都听用了，会差多少来么这边嘛？教会是神的家。我都听用啊，米也用表。教会不是我们的家。我听用啊，都嘛有用么个？教会不是马文忠的家。我都听用那沙拉跑用过么个了？教会是我们大家的家。我都听用那都嘛有啊，那我用表嘛。我们当然了。我买了。我们说赚100块奉献10块是不难。只要把不要那车把打麦特那么想。赚1000块奉献10块，奉献100块是不难。只怕把不要那只要把打口特那么想。如果赚1万块奉献1000块是有一点点难。你要苗不对嘛？只没不要那只怕把比打麦特。如果赚10万块奉献1块的话，掏出去的时候心会有点痛。对嘛？后面没谁来不完的题目把来就多呢。对嘛？你妈就去了，看到就了。心会感觉舍不得的。你妈有我做你妈做人家那个你妈有了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这里对嘛被没呢了？你只要照着神的这样做。那米耶呢？呢他乱和乱讲的呢？他会轻浮就是贴把盘来给我们的。米耶可能对嘛被写的呢这些你都。如果你照着神的话这样做的话。对嘛米耶呢？他乱讲呢？不当贴把盘给你，你们家所吃的都会无处可容，没有放的地方啊。ina miya tu mambe kulo bine hua miani bine ngale tana seda ne wa tu ma zao to o tha ha ma yani miye kulo miani bine le ma 我这个人的话，na loi 我不当做1/10的奉献。na ina chepyum tipyum tai mo manga je 有的时候我还做慈善，有的时候我还做爱心，有的时候我还做差传。chepyum ta je ta ne ma ko ne ta mo miye ga du kam ga choba ma he ko ni umlo ma 我不是要来炫耀给你们说我做的这些。no mangbe lu jana ho se lu janya le manga le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去做。ko ni he na je la hui a tu ma be janya le ene la ma 我们想得到福气，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miye glo a tu ma za mo ta na je le do khwa tu ma me ne tha lo yam chou ma 有很多时候，后面不对嘛？有的人赚了钱，
票面你不一样呐，有的人得到了钱，票咋啦走的呐？你说叫他奉献，孬大毛啦，要不然呐？叫他送来到仓库，送来到教会里，我都钱有老，钱有老了的呐。他会舍不得。哎呦，面不叫人家来牛你妈我辛辛苦苦的钱赚来的钱，我和那下股票都不要票，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叫我拿去给教会，我他那下波我都钱比那来比的。但是这个是拦阻上帝祝福的工作。哎，可能哎呀，你都一那都嘛好路个，但那米也可能比那个忙被拉去呗，上帝要祝福你，米也能可能比忙呗。要透过你的奉献，他才祝福你的。哎，可能一那都嘛呢，莫少这边这边莫了会好呢，米也可能比那拉呗。要透过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遵行，他才会祝福你。那米也可能东北城台不达米呢，米也可能能比那拉呗。所以呢，感谢主，特别呢，米也可能加修嘛。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一那都嘛可以呀，别了呢。我们都想得到福气，啊，都嘛原来路可能啥毛的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可能啥毛的那米也呢爱讨论都嘛错要要，照着神的话去遵行。米也呢爱讨论都嘛错的错要嘞。我们第三点，宋姐弟姐，从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告诉我们，罗马什么有成你了，会都嘛爱呢。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罗马什么那个还不如那不没，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俺等半年，我还不如那可里杨被拉找错没？他总共是神最使用的使徒之一。哎，可能哎呦那，我还了会呢，米也呢用被有一种没听到没？也跟过耶稣的有12万门徒，这两年上辈送被成台个还成你个叫，犹大出去吊死了，有的那阿家把谁有没？还有11位，才第二节了。后面也被钉死的钉死，也被处死的处死。后面啊，打过了也被打死，啊，从那边第三后面你就没。当时保罗的话是逼迫基督徒的，哎，可你我还不如我俩，看你让灯被拉找错边。他是法利赛人的一个主任，啊，有那怕你三错天边没？所以呢，从他身上，啊，有么多了会呢？他得到神的改变了以后，啊，有了会米烟呢，用被拉波拉潘的走的呢。他得到神的改变他，米烟啊，用被拉波拉潘的走的呢。写下了圣经13卷书。这里到阿米亚东部爱那，才送东部没还不如。圣经写的最多就是保罗一个特别呢，人写的，这里了会特别你家干呢，无得无面在那个还不如没。整本圣经有13卷书是保罗所写的。这里和提东东浪的才送东那，啊还不如那不没。我用其中一节来鼓励大家，俺这里和刚提到过呢，眼你都俺比那么面。罗马书12章1节，罗马什么有成你有你的，这里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来是理所当然的。啊刚罗马什么有成你有你的了会不谈，啊有你都米耶我想搞个人不单呢，俺罗马和路诶小嘛，罗马我么米耶安尼哦，但我么有么有小，我么好米耶能嘛查老奈节啊，啊哟安尼哦。和路诶，安内节啊，那么正排个乌都藤上面，献祭的话是旧约的，安内大牛嘞，哎那老牛嘞那，这里有用被打了没？献祭的话要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用火焚烧。老牛小牛这个打了那，老节呀，谁要老多把刀呢？米扎也整没嘞。讲到献祭是旧约的事情，但是讲到新约，这两个老牛节呢，这里有了会不谈，可能牛嘛也嘛会有时候没好啷个提着啊。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啊都蛮不安牛，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啊都蛮么多安牛就来当牛节，意思是什么呢？啊真不安忙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什么恩赐，伊那都嘛来，新娘啊都嘛天天啊，
nya la so yo ma du le 你叫我做的我不会做， ti je na no nga be mwe je nga ma nya 你跟我讲的我不知道。 no nge nya je nga ko ma na nya 意思就是说，要我们用我们的心全然的来服侍这位神。 ai mo na atu ma nu ma la hui ne sampa mi yeng be do to lu am ne o mi ye du ga mo 让我们成为服侍主的道路， ina atu ma mi ye ga ma phang me chu ha pe ne 让我们成为服侍主的管道。 ina atu ma mi ye ga du glon do me zo je atu ma nya ne 我感谢神， nga mi ye glon ja sho ma 自从我从戒毒所出来的那一天， nga ya phi da du ne u du zo ta na 我就立下一个心志， nga nu ma la hui do ma sa ja ti do za 无论我往哪里去， nga ge de i ge ko 我活着的时候， nga ha de lu ge ne 我是没有什么弹吉他、敲打鼓啊，什么恩赐都不会， nga nu ki ta ma de nya ko ma de nya ti je ma je nya je le 我就用我的生命来服侍神， ai ko ni nga zin wi o ne mi ye du ga ma 我就用我的生命来见证我的神。 nga mo to nga de zin wi o ne sampa i su ga ko sa ki kham ma 什么见证生命？用你的生命来见证呢？ a jo e yo ha zi jo ne sa ki kham na 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 he na atu ma de lu nge ti jo 要让更多的人从我们身上来看到耶稣。 atu ma yo de lu nge chwa o mya ni sampa i su atu ha ba da ne bi sin ya lo je sampa i su ba 让我们的生命，人家看到就说啊，耶稣拯救我。 atu ma mo to be ho mo nge ti jo a cho bi e pha ge a ju ya bi ngai na o no de zi mo na the ha de zi a sampa i su ne kha ho nga le bi ho mo lo je lo 圣经一个地方这里后面刚不谈有个患血漏的，患了12年的血漏病， a bu ti a si do chen ni ko do me lo 那个人在医生的手上已经花尽了他所有的。 ayo bila sa ga du sala wo jo ga le le ayo phiwa ja do to lu yung je je me 他只要相信着摸到耶稣的袖子，他就会好了。 ai ko mala sa nya ai ko ni thi na ayo sampai sui che nya ayo jang sampai su phen mong be u chi de nya the ko tha le ma le jang 所以呢，耶稣的能力出奇，问这个谁摸到我的袖子？ a bu wa ne phen mong ga ni the ba da mi ne sampai su ayo mo to ne bau lu nya le ngang be thui chi la su wa le na ha 因为很多人拥挤，那个时候 he ne ya ma khui zo ho mya ni u le tha ne jo ba da ne 耶稣也不知道谁摸到他， sampai su ko ni thua ga ne thui chi nya le ma sin 但是他知道 ai ko ni ayo sin 他的能力从他身上出， ayo mo to la hui ne bau lu mya le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chemi ne ina du ma lo 我们今天有生命，有气息存活， ina du ma ga sa on ne yo de de nya 就是要见证神， ha sampa mi ye ga du sakhi khama du 就 ya 是要 le 荣耀神。 mi yeng be ja shu ga du ya le 圣经告诉我们， 这里adu mang be ene 要把我们的身体 adu ma mo do 要给主使用。 mi ye ne adu mang bi yum lo 有的很多时候，你说你叫我来教会来摆板凳，这些也是一种服侍神的。 adu mang be lao ne nu bo ga thala ya phyo ya la ai ko ni ho ho mi ye du ga mo ti je pyo ma 有很多时候， ho mya bo adu ma 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ti je ma je nya nya nga le lu chwa ho jo ma 我们做的都不合人家想要的。 nga ne ha jo je ja cho ko ma ge mo nga le 但是我们从心里而做， ai ko ni ina adu ma nu ma la hu ne jang do le ta na 神是知道的。 mi ye sin ya ma 所以感谢主， chemi ne mi ye glan ja shu ma 我从麦塞来到这里来服侍， me sao ne lu ngo ne ga me solo ya la ke 从麦塞8点50驾车来到这里， ye la nga che ne ikho ne du la ga la ke 也是一段路程。 na ga ma ho ti ya chong me je 因为马传道邀请我说，你来分享鼓励一下。 a je mi ne na nga yong ko ne ga ti po bi ne se le e ba da ne 我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只要我们有心服侍的话， e mo na adu ma ho nu ma o ta na 用我们的身体来服侍神， adu ma mo do hu ne mi yang be che nya ma 用我们身体来见证神。 adu ma mo do hu ne sam pha mi ye ga ko sa ki kham nya ma 所以呢，感谢主， che mi ne glan ma lo 有机会与大家分享。 a yam jao ne a yan ji du ne ti ko le ga ya bi la 我们基督徒 ina adu ma khali ya de 想要蒙福之路， glan za mo ga ma 必须要做3点。 ho sum je ya jang ma 第一， a dong be je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一般啥个忙他成台，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2节，河南家求什么有第有你第呢你了回不他，让我们不活在那种最终之乐，一般啥带路表路干阿都嘛他带错，常常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有做那路米有爱多了会阿都嘛有带错，圣经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米有的话阿都嘛米咋，表阿都嘛去去得别的老咩，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阿都嘛也是呀，伊那阿都嘛个得一路来了，上帝要祝福我们，米阿都嘛没个人比的毛，我们要做到这些。阿都嘛和这样唔样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伊那阿都嘛和毛唔样的呢，你想要上帝祝福，那是没门的。阿都嘛个人啥毛可呢嘛别人家干嘛没，我们不单想要上帝祝福，伊那阿都嘛米也个人都在啥毛个。我们不要活在那种最终之乐，一般啥表啊木啊路个切他的，我们还要把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伊那米呢都蛮比呢有钱那路，奉献在教会上，我就全了会打不了也是呢，来做神的工作，米个都干呢呢，一起做起来。结果来米个都干大呢呢，我们有今天，伊那都蛮和家都是神的恩典。米也个人不打呢没，我们今天有谁呼吸开钱的有吗？伊那都蛮啥我啊算个把比我路这个做的，有谁呼吸神跟他收1块钱的有吗？啊提波苏的提波苏看啊把有出来，米有出来做么了，有吗？做么了了，上帝给我们雨水，上帝给我们收钱的有吗？米也都蛮被比呢老一做没，啥没我把比没。如果按照呼吸来收费的话，我们1分钟要呼吸多少次？伊那啥提波到票也比较暖，那里提波没阿米波到我看了。如果按照呼吸1秒钟收取1块钱，我们一天要付多少钱？伊那啥我不但呢，提比那天提把我来老暖，提那阿米把也比盘呀。所以呢，感谢神，这不但呢米也可能神所给我们的，米也呢都蛮比呢有我们要还到神的家里面，米也呢比呢这有呢我都全部会上帝才会祝福我们，和路呢米也都蛮被个人比呢了，让我们家啊都蛮用福气到来给我们，个人提表呢比较了。我们的食物才是无处可容。和路呢米差都蛮早多有进那路，米也个人比呢了。然后用我们的生命，啊都蛮得是我呢。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啊都蛮得是我呢，是去看了。用我们的身体啊都蛮么多我呢，来服侍神。米也个都干了了。所以呢，感谢主，这不但呢米也个人加球嘛，我们谢谢神的话，米也个人呗个人嘛了。再次激励我们，在提不啊都蛮有完那路啊比呢了。让我们成为蒙福的基督徒。伊那都嘛个人咋可以啊别人呢？让我们感谢主，米也个人加球嘛，求神带领我们。米也都蛮呗波萨路，是来路。我们一同祷告，啊都嘛就过来个人什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包括什么米也弄个人加球嘛，感谢你的恩典，米也弄个人呗个人嘛。让我们有机会来聆听神的话。那么伊那米也弄没洗老呢，弄个人都也难了。我们都是神的恩典，很多道路米也个人不单的没。神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米差后面接了，后呢我忙被米也弄吃多呢了。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啥比别那个多，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弄啥比别那个多。我们基督徒要走蒙福之路是不容易，伊那我们可以的个人啥个忙被抢那么啊？但是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哎，可你弄到我们干嘛抢米咋有些表没？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走，我们弄那才能修了成来的着，你就祝福我们，弄我们被个人比的了。甚至我们家无处我们用生计了会个人提表比的了。都有你的祝福在家中。我们有生计了会米也弄个人比的了。我们感谢你，米也弄个人加钱嘛。我们也把你的儿女们弄啥的米也弄了会，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弄了会安了嘛。有疾病的，那个的就那，求主你医治他们；弄还有忙被拉萨的了。有困难的，小人的就那，求主你为他们医备。弄还有忙个都来的了。主啊，我们感谢你。米有弄个人加钱嘛。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那么你要养到道路，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弄了会安了嘛。
求主带领我们， no nga mang jo mwe shwe ne la 这样感恩祷告， nga ma lo ge long sha yo je na lo 奉主耶稣得胜名， yesu chome we ne ge long sha ma 阿门。 amen 谢谢大家。 yo na lo ge long ma lo